上传的时候，他们说调查上传的影片，台湾台南西宁王公庙同济宫的香火，你看做那个梁山铜像，圆铜像，有。有八仙的图，有梁上的图，有文字啊，西宁同济宫开张庆6五千岁，可以加音乐，放上去可以加音乐，那个音乐是新年好。可以分享。4种监管者的声音，你最喜欢哪个？做了美丽的噩梦，像惊醒，我却抵不过心动。梦里你是无底的黑洞，我无力抗拒之中。